各位新粉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，我係新仔，每日為你爆響口，睇通透。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，多謝各位。大家好，我係新仔，又係我。今日唔講沉重社會事，唔講國際大新聞，同大家分享一單近日喺網絡爆紅、極具電影感又惹嚟無數討論嘅香港本土奇聞。成件事就好似將竊聽風雲嘅劇情搬咗上一架普通嘅的士入邊，再加插一份 DSE 中文聆聽卷，結局仲要係大團圓。冇錯，我講嘅正正就係的士司機憑竊聽內容出 MC 提尋 iPad 失主呢單轟動全城嘅趣事。如果你係失主，落咗車先知部 iPad 漏咗喺的士，已經好心急。點知當你發現有位司機為咗確認你係真失主，竟然將你同朋友喺車廂內嘅私密對話巨細無遺咁變成9條選擇題放上網考你嘅心情會係點？係覺得呢位司機天才橫溢、心思細密，定係覺得毛骨悚然，從此對的士車廂有陰影？新仔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深入應考呢份聆聽卷，拆解事件中嘅幽默、創意、爭議同反思。事緣近日，一位的士司機喺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出帖，話自己執到一部用深綠色保護套嘅 iPad。如果係一般人，可能就咁影張相，寫低上車地點就叫失主聯絡。但呢位司機絕對唔係一般人，佢嘅尋人啟事竟然係一份有齊9條多項選擇題 MC 題嘅試卷。司機喺貼文好坦白咁講，執到 iPad 一部，然後下面就跟住9條問題。佢唔係問你部機咩型號啊，有咩特徵啊，而係直接考你知唔知自己頭先喺的士講過啲咩？呢份試卷嘅設計由淺入深，極具心思。初階題基本行程資料，第一題乘客組合，例如兩女一男，一家大細。第二題銅鑼灣邊度上車，第三題行咩路線去目的地，第四題邊度落車。聽到呢度你可能覺得都係正常資料啫，司機記得都好合理。但係跟住落嚟嘅題目呢，先係戲肉所在，足以證明呢位司機嘅聆聽力同記憶力絕對係特工級數。進階題對話核心內容，第五題教琴朋友叫咩名，即係失主嘅朋友。第六題提及嘅音樂術語係咩？第七題女乘客提及一個隊伍係咩？第八題男乘客提及小時候中意嘅樂器係咩？終極題綜合判斷。第九題根據以上對話，佢哋大概係咩關係？最精彩嘅唔單止係問題本身，而係每個問題下面嘅選擇題選項。司機完全唔係隨便填幾個答案落去，而係真係落足心機，甚至出動 Google 大神。例如問音樂術語嗰題，選項竟然出現絕對音感、莫扎特效應呢啲專業名詞；而問女乘客提及嘅隊伍，選項就玩味十足咁擺入國家隊、關愛隊。司機仲好幽默咁同網民解釋，關愛隊就係做呢啲嘅，將一件揾失物嘅事變成一個全城參與嘅猜謎遊戲。呢份咁癲嘅尋人啟事一出，即刻喺網絡上引爆咗個 post 嘅留言區，瞬間變成大型公開考試現場，亦係事件最有趣嘅部分。一、全民挑機估答案，大量根本唔係失主嘅網民，純粹為咗玩，開始瘋狂競猜答案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有人認真推理，由銅鑼灣去個目的地，行東區走廊定電車路；有人亂咁估，純粹覺得好玩。個個都好似重返學生時代，一齊做緊同一份聆聽卷咁。有網民笑言，就算唔係失主，答啱晒都抵送部 iPad 俾佢啦。可見份卷難度有幾高，創意有幾受認可。二、網民爆笑回應集，網民對司機嘅神操作嘆為觀止，留言極具創意。以後坐的士唔敢講嘢，呢句可以話係最多人嘅共同心聲，亦帶出事件背後嘅隱憂。司機平時食幾多花生？形容司機好似食花生睇戲嘅觀眾一樣，將乘客對話聽得一清二楚。司機本人居然親身回覆呢句，風趣咁講，專心揸車都會聽到聲。呢個回覆真係絕妙。更有網民封司機為被的士耽誤咗嘅音樂人同正職做特務，因為佢竟然連音樂術語同朋友個名都記得。三、成功尋回失主。喺網絡龐大嘅傳播力同娛樂性推動下，奇蹟真係發生咗，唔使好耐，司機就更新貼文，簡潔咁交代，已聯絡到真失主。多謝各位 CLS call lost soon， 即係之後再講。更暖心嘅係，失主本人真係親身現身留言區，親自答謝。失主嘅留言好有意思，佢話能夠翻揾部 iPad令我有失而復得嘅開心，
但係真係不得不讚揚呢位的士司機。當時我同我朋友都有一段時間，所以喺的士上面係咁分享同討論，真係冇諗過咁樣反而成為咗司機揾翻失主嘅方法，而且仲記得到談話內容嘅細節等等。小弟衷心感謝同佩服。最後佢仲感嘆網絡嘅力量真係好大，呢個結局係100%happy ending。失主拎翻部機，司機被讚到上天，網民有場好戲睇。但係當大家笑完讚完之後，唔少人個心入邊都浮起一絲涼意同疑問。成件事之所以咁爆，唔單止因為佢好笑有創意，更因為佢精準咁踩中咗現代人最敏感嘅神經——私隱。阿 Sam 覺得事件可以從幾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去解讀，充滿矛盾。角度一，極具創意嘅智慧好人好事。無可否認，司機嘅出發點絕對係好嘅，佢唔係想侵犯私隱，而係想用一個幾乎冇可能撞鐘嘅方法去100%確保物歸原主，避免有人冒認。係一個人人自危、怕惹麻煩嘅社會，佢肯花咁多心思去幫一個陌生人，呢份熱心同責任感非常難得。佢嘅方法亦成功將一件普通嘅失物事件變成正面嘅網絡熱話，凝聚咗社區力量，最後仲成功幫到人。從結果睇，絕對係好事。角度二，細思極恐嘅車廂隱私危機。但調翻轉頭諗，呢件事亦都赤裸裸咁揭示咗一個現實。你以為私密嘅的士車廂其實係一個公開嘅錄音室，司機唔使偷錄，只係憑專心揸車時順便聽，就已經可以將你嘅對話記得一清二楚，細節到朋友個名、你嘅童年喜好、討論嘅專業話題。呢種被聆聽、被記憶嘅感覺令人非常不安。網民話以後唔敢喺的士講嘢，絕對唔係講笑，而係一種真實嘅恐懼。今次司機用嚟做好事，但如果遇到別有用心嘅人呢？你嘅對話內容會唔會成為其他用途嘅材料？角度三，法律與道德嘅灰色地帶。從法律層面睇，司機有冇犯法？好大可能係冇。的士車廂並非私人地方，乘客對話冇預期，絕對私密。Expectation of privacy 可能相對較低，司機係被動地聽，而唔係主動安裝竊聽器。佢亦冇公開對話嘅逐字記錄，只係將記憶轉化為選擇題，用於確認失主身份，目的正當。所以好難話佢觸犯私隱條例中嘅不誠實使用個人資料。然而道德上呢，呢個就係灰色地帶。記得咁清楚，係敬業定係過界？呢個方法會唔會令其他司機仿效？但係用喺唔同嘅地方，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係值得思考。新仔覺得呢單趣事某程度上係香港都市生活同文化嘅一個奇妙縮影。一，香港的士司機一直係城市嘅標誌性人物，佢哋見盡人生百態，係最好嘅聆聽者同觀察者。今次事件將司機呢種特質發揮到極致，佢哋唔止係運輸工具，有時仲係流動嘅故事收集站。二，面對問題用一種出人意表、抵死幽默嘅方法去解決，就係港人所講嘅執生。司機呢招正正就係極致嘅執生，將困難難以確認失主轉化為遊戲，出 MC 題，仲要吸引全城幫手。呢種靈活變通、苦中作樂嘅精神，好有香港特色。三，事件完美示範咗網絡嘅正面力量。短短幾小時，靠網民傳播、推理、玩樂，就成功將信息送到失主眼前。失主都話網絡力量好大，但係同一把劍亦可以好易割傷人。如果司機聽到嘅唔係音樂討論，而係一啲更私密、更尷尬嘅內容，事件嘅走向可能就完全唔同。例如好出名嘅許志安、黃心穎安心事件就係一個好例子。總括嚟講，的士 MC 提尋人事件就係好似一場無心插柳嘅社會實驗。我哋睇到香港人嘅創意、幽默、樂於助人，亦窺見到喺密集嘅都市生活中，個人隱私嘅脆弱同曖昧界線。佢唔係一單非黑即白嘅新聞，而係一個充滿矛盾、值得玩味嘅都市寓言。今次結局係溫馨嘅，司機嘅竊聽力用咗喺正確嘅地方，網絡力量成就咗美事。但係呢個故事亦都提醒我哋喺享受城市便利同人情味嘅同時，永遠都要保持一份對個人隱私嘅覺知。好啦，考考大家，如果你係嗰位失主，你會覺得呢位司機係天才定係恐怖分子？你以後坐的士又會唔會繼續暢所欲言？快啲喺留言區話俾新仔知你嘅睇法。記住訂閱今日講新聞，撳埋個鐘仔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好啦，單料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，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出去。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。多謝晒。